如果我話你知，同一餐飯，同一樣嘅食物，甚至食物嘅份量都完全一樣，只係調節食嘢嘅先後次序，餐後嘅血糖反應竟然可以相差超過30%，你又信唔信呢？更加令人驚訝嘅係，呢個方法完全唔需要戒飯，唔需要戒糖，甚至有研究顯示對糖尿病前期人士都有幫助。究竟阿媽成日叫我哋食菜先，係真係有科學根據，定係純粹人生智慧呢？如果你係新朋友，我叫做 Hebe， 係一個讀緊營養學嘅大學生。呢個 channel 會透過客觀嘅科學論證，令到大家嘅身心更健康。今日我會為大家嘗試拆解食物次序嘅重要性，千祈唔好睇小佢啊！分分鐘仲可以逆轉糖尿前期添。未訂閱嘅朋友可以先幫手撳個訂閱掣，再 send 埋俾親朋好友。我哋一齊踏上健康自由之路啦！根據國際糖尿病聯盟嘅估計，全球糖尿病患者嘅數目將會持續上升，而香港嘅情況同樣值得關注。除咗已經確診嘅患者之外，仲有好多處於糖尿前期嘅人士未必察覺自己嘅風險。而高血糖唔單止增加糖尿病嘅風險，仲有可能影響能量水平、專注力，甚至係心血管健康。首先，我哋要明白血糖點樣上升。當我哋食白飯、麵包、甜品等等嘅碳水化合物之後，身體會將佢哋分解成葡萄糖。葡萄糖進入血液之後，我哋嘅血糖水平就會上升，身體於是就會分泌胰島素去幫助葡萄糖進入我哋嘅細胞。喺2015年，一項發表於糖尿病領域期刊嘅研究，招募咗11位肥胖嘅二型糖尿病患者。研究人員安排受試者食同一餐飯，分別係雞胸肉、沙律、西蘭花、麵包同埋橙汁。結果發現，當受試者先食蛋白質同埋蔬菜，再食碳水化合物嘅時候，餐後血糖明顯比較低，胰島素反應亦都更加理想。當然，呢一份研究亦都有相當嘅局限。首先，受試嘅人數只有11位，而且佢哋全部都係肥胖二型糖尿病患者，所以結果未必完全適合於所有人。咁一般人又如何呢？2024年嘅另一份研究招募咗25位妊娠糖尿病孕婦，研究持續咗4星期，結果發現60分鐘嘅餐後血糖下降咗5.9%，而喺120分鐘之後更加下降咗約6%，而且胰島素嘅水平亦都出現咗改善。唔可以，整體飲食模式依然係最重要嘅。食物次序只係輔助策略，大方向做到已經有明顯嘅幫助。最重要係知道點樣實踐，無論喺茶餐廳、打邊爐定係飲茶，都可以試下先食菜，之後再食蛋白質，最後先食碳水化合物。今日最重要記住嘅一樣嘢，食物次序並唔係魔法，但係可能係一個成本最低、最容易開始嘅健康習慣。下次食飯之前，不妨試下先食菜，再食蛋白質，最後先食飯或者麵。呢個 channel 主要係想分享一啲日常生活當中都可以加入嘅一啲健康小習慣。睇到呢度嘅你其實已經好叻，願意勇敢咁樣踏出改變嘅第一步，透過持之以恆嘅毅力，再加上健康福利嘅威力，踏上健康自由之路。
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